现在用电脑拍台语录，已经有更加方便的方式，相连教会连续用娱乐，经过一套幸福台语视频，然后整个规矩优点，但是台湾用台语视频多方便。 若是家己的数字，只要是罗马拼音，连政府甲关税拄拢会当有信号台语数字权使用。同时也结合过去的主业娱乐，改进三数字权的特色。3以上的数，嘛只要输入以上的头一个字母，就会当显示出来。那他讲每一个以上的一个哦，C 是 S 嘛，干是 G 嘛，空是 K 嘛，先讲拍的了做第七，就是先讲电视台电 T 嘛，C S 嘛，台电视台第二所以先讲电视台出来。信号台台语数字权主要来源，3几万数字以外，再当增加生活。不管是教育部门做的台语罗马字拼音，还是教会所使用的地位时，连这款模式拢通拍出来，而且这种条件软体也是免费。 有些做民众通像台语信号台网站下载，和母语的传达更加紧更有效。新加坡电视台台湾报道。已经安装必须要来听下去，大家拢有嘛吼。这样一款闭关你可能无啥知影，向大家来遐无定起来吼。但是真正闭关伫这内底吼，一般迄个使用说明内底有小可讲着啦，但是你嘛遐是拄则迄个叫自定思考，你拍拍袂出来，你就无法度会啊嘛。这个你会当家自定落，以前跟抓来啊，个种电脑老电脑拢无伊啦，叫来来要哪好，OK。所以咱一定大家拢有啊嘛说明书你定爱详细读设定一定设定无对啦，拄才陈老师陈老师老师，我太拢拍袂出来，一点啦，你敢有拄着这个情形？因为我去创这个资料的时阵，一群人拢是教育部迄个较强啦，所以迄个 default 叫啥物？已经设定的时，你装的时阵，伊甲你装伫迄个教育部遐啦，你一定爱透过迄个设定，你甲解说过就是啦。还有这个，第一，迄个设定的有影，我两个详细讲。过来你考好了，你就是爱操练嘛。你操练的时，你的头壳底一定爱用台语思考，唔好靠你就是北台语的了。郑老师讲，你做这个工作，哪边打我迄你一定台语会进步，因为这个数字100%会当解决台语啦。你无汉字的，你就用罗马字；你要选汉字选罗马字，你家己决定。所以你要汉语的时。 你要写迄个讲广告的时候，你就做好势。有的人袂习惯叫用的读啦，一字也讲要汉字就是要用读啦，分拍。所以讲迄个牧师，你来看卖牧师迄个面拢咧前的款式，你完全你敢知？因咧讲广告要算的是规拢台语，但是伊写讲广告的时拢写北台语，中华民国语。去到台湾的是用。 北京语的讲广告爱讲台语，伊头壳仔细细到足点的，伊毋知影我知影，因为我经过这个痛苦。所以你若真正要拍台语，你就袂用这；你若要拍中华民国语，你就去用迄个我讲你就是讲直拍，你定定你写的时，尽量莫去过用你就进步嘛注定进步标点有足济人可能无啥知我就会甲你较早讲。所以你要下载时，即摆就是讲有迄个 PC 的版本PC 有迄个连笔甲汉语版、中文版过来 Mac 嘛有，Mac 最新有一个3.2.1的即个版本。
哦，我嘛出来，所以你若敢规个版本拍袂好势时，你就甲改换即个。你要压底时哦，你要压底时，你甲想咧，压底你免甲规个移除掉。你规个移除掉，你本来你家己一条思考会无起来。哦，所以你就是你要下载新的版本落来时，你安装的时，伊会问你讲，你要修理无？你要修理无啦？哦，你若讲我要修理，就是旧的版本到新的版本啦。你无需要移除啦。以前真侪拢爱先移除掉，再来我以前的版本咯。即马免哦，这是阮会感谢上帝，就是讲信奉来去模仿。哦，75人，75万代表这人写的，拢照咱会想要来的哦，来写来。即个有一个汉罗说明书哦，即个汉罗说明书你一定要下载。哦，下载内底有一个自定书库，阮已经做足侪自定书库啊。你个自定书库规个 copy paste 落去，你个自定书库有影。安尼你就完免搁定建立啦，就讲主导文，你拍3字，主导文就装出来。你以前用电脑拍主导文，即摆袂使，主导文一定要用笔写。你考试的时候你才知啊，你无想讲这好啊，免去啊。因为我有即个物件，所以就我度啊，然后要用电脑，主导文就拢出来，免一字一字都拍。哦，你哪会记你个主导文，你考的时候一定要用笔写。哦。所以我即个我用这个用，就是讲你台湾足侪好用的物件，有的人讲你创迄个我就拢无法度，迄老师哦，我伫中山医啊，迄台语的我较1、2、3即3届的台语我教着，台语电脑，伊也是1学期2分的课啦。咱即个3天语话讲无了，所以咱较真来我讲上紧啦。OK， 这说明书内底我讲吼，你这个嘛，有一个影音说明，就是讲伊电脑实在的操作会说明后底边这个位的point 这个说明。这有一个影音说明哦，实际说明的啊，这个题目我甲你讲嘛，要无时间所以你说咱就说明书内底资料，你个演义的说明书是两卖哦，演义拢。足侪人用，所以我无去创个。OK， 即摆就是讲咱台语的思想，汉罗的思想，王玉鼎伊主张，伊嘛去研究的是发现讲汉字无多法毋是把写咱的台语啦，伊汉字是对考状元、做官、参运用的，伊的咱台语的生活语言拢是，含查甫伊无啊，伊用迄个台语的字词，咱慢慢的来去来教的啦，所以讲，咱一定爱用汉字，无汉字的咱就用罗马字，这叫汉字啦，第二位教授伊提出，第二跟恁小弟去实践伊出个台湾中心阮要新闻来说，我这就是讲恁主要招大家来甲实践啦，互咱的台语会当作真正来写，你免讲一定要想啥物汉字是无的时，写袂出来。你就无迄个汉字，你就用罗马字对。所以阮即个思维，要汉字要罗马字，互你家己选。甲你要输入的时阵，伊你用教会的罗马字输入，还是用教会的名拢会使。但是你伫output的设定，你定要设定做对的字，伊咧乌一点，还是其他恁带出来这有一个特色我迄个书库做出这啊，特别啊，一定书库会当过去白话字是先规在你拍落来等。过来就是讲，我知影我的老母是哪样的老的是你看迄波，你看迄个足细嘛，写字算足细啊。阮即个现在你家己去定位偌大，会当上大到70字的所以你拍得爽迄个字形你嘛会当选。所以我第二下你看是我要自然是在款要开始就送过来。佫一个就是讲，即个思维方法是你学台语白话字的工具啦。你是讲第几只毋知影，你来敲问伊会总出来会甩甲你讲。你发音用间，你袂使第一字就要问伊啦你第一字一定讲是要做什么我到
我所有拢会出来你随看对第几声，你毋知第几声着，咱音乐输入法就是你拍音了后，再拍声调，啊第一条甲第四条免拍，伊甲是自动就对啦。啊，我迄个讲义我就袂教插袂记咧讲，阮老到时咱再讲，大家去分咧后壁有一个就是讲，你要安怎用对的去输入，你即个声调内底音主要音你就自己拍袂使，一字一字的时，每一字单拍单字的时，一定爱甲你的原来音甲调一定爱拍。啊，两字的词的时，你咱拢中间有一个海豚嘛有无？你拍，迄个海豚免拍，伊声调嘛拢免拍，你就甲两字的声音，就讲男神 LAMS 爱免做，男神爱会出来，这是从定数过来的。伊语言话就是讲什么国家就 KOKKA 啦，你安尼拍，迄个海豚会使识。过来三字的，本来你讲先讲咧三字以上的，你毋免一字死命读，你着选伊第一字的迄叫啥字母啦，第一字的字母啦，就讲男神，我就 LS 男神你就出来，大男字 TLC 你就出来。即个输入法，伊伫伊内底书库内底，伊拢规定白话字的迄个字。所以 CHH 的时，你就爱拍 CHH 啦，你足困去啦。以前遐个教师就讲，你要输入法袂使甲学白话字甲改变去啦。CH 你甲我来拍 CH 啦，但是你自定书库的时，你家己定的嘛。你 CH 会当用字代替啦，字嘛。你就免拍 CH， 甲拍字就 XYZ 的字啦。CHH 会当用字代替，所以你也甲伊输入的时，你就继续拍，免拍遐一字啦。所以我这输入要向某条件，无人教来教条件，咱一定赢伊的会当足紧数到是汉字拢会当算学习的工具上条甲某袂记，读迄意思迄真正咱来讲。你咧甲言语的发音咱无共，咱来了解，言语毋是拼音文字啦，所以你言语的发音就来传递啦。咱台语是拼音的字，所以你直接啥物字发啥物音，甲西班牙语共款，会晓西班牙语啊，即个，你着所有的字，会西班牙伊知影啦伊发音很长时间啦。伊就固定甲台语共款，第二共款，你就固定发你的音嘛。德语嘛共款，德语嘛是拼音文字啦。即摆世界上足侪本来无文字的，改做罗马字的有90几个国家，拢用罗马字，咱即个后生去书写。甚至迄个土耳其即个国家是阿拉伯文嘛，因无用阿拉伯文啦，规个拢用 ABC 的。中国，咱来记下这个泰国，中国，你若去 Google search， 你甲 Google translation 的时，伊面顶汉字出来，以外下骹有一个汉字拼音，80%汉字拼音无汉字的。你来知影讲，这个汉字伫世界上已经渐入网络，所以你若迄个网站，你甲 Google search。鲁迅，伊讲一句话，讲汉字不灭中国一网，甲听下就完啦，出来啊，一工啦。所以你如果说是要把汉字不灭，遮个文字内底啦，我想有一工连人家讲，真爱就伊嘛主张讲爱白字啦。爱白字啊，我为中国用罗马字，所以就要变难不使用。搁来手机，我先讲一下，手机嘛输入法咯。你迄个 iPad 甲 iPhone 咧播咧，你用无汉卡，你有人用手机你拍，就是带去。恁遐会晓，你看有无？你拍无汉卡，还是汉字的无汉卡，你就会当 App 伊就当download落来，
哦，你著看伊个说明书安怎去拍，哦，即摆拢手机个时代嘛，哦，啊来迄个安瑞就是拍台语，这拢少年囡仔，你知影？因家己去学白是学会写迄个拍台语，我中老拄仔甲伊斗阵哦，伊足济拢爱我的师傅哦，拍台语这个少年囡仔，啊，伊足济新的想法。伊讲以后是即个时代可以拍台语，你个 app 你就当下载落来会装啦吼。啊，说明安怎你家己去看吼，我这是怎讲吼 ？OK， 台语新闻的网站内底有足济资源啦吼，啊，即个嘛有客语新闻的，才有客家人啊，有这个客家人，无拢客家人拢足正常，毋敢讲，有无 ？OK， 客语。台语话客语拢有啦，我则方便哦。拄则内底有讲原住民语嘛会使，即个所有语言书我一定爱修过啦。我拜托迄个新荷兰吼，迄老师讲你家原住民的书学啊，甲即摆教我上地啊。所以我内底原住民语会当讲在读哦，啊因来做制作的语叫做阿嬷叫做上地啦，哦，你嘛做这语言叫顺利哦。啊，过来。台语专门台语圣经的网站哦，以前咱台语新闻、客语新闻拢去挖华语的，啊，所以咱台语拢插伫中啦哦，无较歹势。啊，专门台语圣经，咱台语拢去年头前啦。你各种版本拢有当对照咧读，拢当对照咧。甲咱圣经讲话哦，伊 copyright 以外哦，我来用袂啦，啊，其他拢会读。啊，台语新闻叫 copyright 啦。阮所有拢上地的所在，拢免问大家用吼。啊，但是伊就加电视，我也有用的。OK， 好来，咱就来看一寡迄个主要的介绍一下啦吼。咱来看主要要拍的吼。咱准备了有即个物件吼，有无？准备了有即个物件出来，因为 Microsoft 足加先看到咱是咱有汉字嘛，啊就讲啊，你这就是新名字，啊伊语言就乱七八糟，啊所以我用你会看 DH 哦，荷兰文啊，荷兰文啊，以前咱就荷兰管，咱即摆咱荷兰文，因为迄个 copyright 上少啦。哦，啊，我这嘛是爱去讲爱提用伊个啊，啊，但是迄个Windows 7骗袂过哦，Windows 10就骗袂过哦，足无法度啊。就是讲你拍出来了后，你迄个地位是拢足袂水个啦。哦，无要紧，你若拍袂水了，你去甲迄个字英文，你就是讲一篇文章拍好了，汉字罗马字的时候，你个字形选你汉字看要什么字形，就标改字，我看即摆。所以这个书是翻译即摆，演义哦，咱看上来较正吼，这是转换迄个输入法的迄个转换嘛吼，一般拢是 Autoshift 啦，哦，伊就转换，转来了中的咯 ，English， 哦 NLT 就是 Netherlands 就是荷兰啦，吼，咱去用荷兰的是名啦，哎不管啦，荷兰知影是你翻的，哦你若看着 NLT， 你就当拍咱的语啦，是讲我是后只两字的时阵，我拍我是嘛，对，就是安尼。你要汉字的时阵，你设定到搭一个，你就是迄个伫第一个字顶是安尼，我是我过来来说，啊你看有啦？啊？对。OK， 即摆就讲这样我是。你要伊后壁挂文内底，你要用着伊是也是shift，伊啊对，爱是shift，所有的选字拢爱用shift，你创啥？所以咱设定的时，你若拍对字，对对字有数的时，而且设定的时，你就改对字啊，改做些，改成到些。啊，以前的地位是无即个，款的快速的拍啦。啊，
啊，阮改版了后，你甲选即个全有时代，即个嘛有选的时阵，即两个拢有选哦。你要拍台湾台拍 ，OK， 共款即个台湾台的出来，你拍啦，70啦，伊会走爱出来，对是，哦。啊，你若我主要是给你说吼，歹势，我主要是讲要甲大众标示哦，设定的有影。即个我已经走落来，要标示大声啊嘛吼，所以爱已经确定了，肯定确定了。OK， 台南新坛，好啊。我的重点思考，敢若汉字尔，你若去甲拍迄个，你自着我甲咱讲这自着思考吼。即摆自着思考，甲我伫设定内底，哦，这个就是咱创好自定思考，自定思考，你选台语的，客语选客语的。你选台语这自定思考，我这内底就自定思考啊。要面顶遮的你无去甲叮当迄是指令，你叮当会无空力啊。迄嘛叮当的是介就是迄个去甲叮当就支持无搁创落的。伊说我哪拍袂出来，所以即个字典你拢袂使去甲叮当，你是指令的下骹。像咱即摆咱要拍台南新南的标语，对，袂就你只假啦所以你头前拍input，你要输入是啥？台南新南咱一个 space， 这是半形，袂使全形来。一般拢袂去做全形啦，全形规嘛无效了后，你就用。即个数字化来拍，台南，我拍标示嘛，标示甲我迄个差无多，咱只有一意思吧。台南，拍条。就人互你选咯，台南新坛，我讲有，是我认识的啦，这样无啦对，新坛有啦，这里拍3，台南新坛你这标位置的，即个快速拍完你的思考，安尼就建立啦。建立你爱咱会去甲存档、储存就对啦。爱存照好，无存无好。OK， 所以咱今日来看卖啊。因为第一题爱大写，我哋即摆已经大写，咱即摆台南新坛，有无？第一题就出来。所以你若自定思考，一劳永逸啊！恁兜的地址咧拍到有啥啥，你著拍一个地址台南啊，是啥？现在一个代号而已，甲你拍迄个啥？所以我若有输入，我若有存迄个思考伫我的电脑内底，我若考试，我敢会当像安尼 ELSM 安尼 SSH， 共款会使啊。对。安尼我考试，我著只要掠头一字，安尼，迄个第一个部分嘛，可以让咱了解这个思考就帮我输入啦。安尼啊。所以我甲伊建议伊有经验啦，所以建议讲要报答个啊。咱要考迄个考试的时阵，你有足侪撇步个啦。对啊，你有足侪撇步啊。即摆就是讲。迄个台湾新人，我讲恁是毋是有需要？我顶解有了啥？因为阮有标的是班跟人教了，
因无重视啦。啊，我知影咱较重视啦，我无紧嘛。因以前2、3年前，我叫去甲伊讲啦，就是你学生爱自身的啊。啊，因为无即个概念啊，伊讲掠出讲教育是好啊。即个才是真正，咱要考试的时阵，你会当做起来。哦，啊，你莫甲考官讲。书考敢有啥物所在会当下载？无啦，这下载你就即摆。有人迄个建立好的书库，啊，咱直接甲copy来，甲用伊安尼啊。以前有诶，我拄则讲迄个说明书，内底有一个数字我啦吼。啊？你敢有当过说明书？好啦，恁小可抽时间我去啦。啊？5点半要上课。啊？哦，我知啦。啊，你即马要创咩先哦？我买单落来台湾去无？就是煮起来啊！这个啊，这个大笔是这个啊，这是这是你这个大笔新闻来啊！大笔，这个。没有，他原本里面就有，只是你可以直接支付。我这个我来讲，这个等下，这个新闻来注意，我这个哦内底有一个汉罗说明书哦，哦，你内底有一个台语的书库啊，这个你规个那 copy paste 你爱甲，因为这足济啦，你耶稣。咱圣经内底的作者拢有啦，你知影意思无？所以这个字哦，伫内底有一个叫做台语CIN 啊，这个就是书库啦。这个书库，因为你安装了，这个。你安装了，你们我这一点来，这点内底制定植物，恁新装的这拢空的啦。空的对啊，空的。啊，下头有一个先过的啦。对。你知嘛吼？所以你迄个拢甲规个甲delete就掉。delete掉。甲这个你登录来，这个甲 copy paste 去，会记你存，吼。可你笔记的下安尼就有啊？可你笔记的下骹吗？对，你要增加的时阵就是笔记的下骹啦。对，总开掉了，甲你登录落来的物件，规个甲全部打起来。啊，无你要去宣布地点，你若听到宣布怎么易的啊？啊，这我知影，就是讲你甲所有的规个做一个落，哦，所以。你若有即个时阵，你讲是讲啊，主导文，讲前面的，下面他讲到是哪里？我考完了，咱出来有时间再来。接过来，主导文标题嘅一个字，啊标题来出来。啊，莫搁错，这个先就是伊我都讲过啦吼。啊，你就爱主导文批二个关，我就安尼讲总了。书读信编。我的也要啊，我都。所以恁定定用的，恁家己会当去鉴定啦。从我的手机，我就把世界手机我的资料列出来。哦，就是讲，这恁家己有份了，恁少年的我知影。这个技巧你学了了，这个原理学了了，恁家己去
哎，你讲自定书无甲西班牙语创的，你西班牙语讲我来讲，你知影我意思？你用西班牙语当做自定书无叫人加嘛？啊，你也害怕的时就是会出来，会缩会算。所以我即摆去拍即个数字话，我拍一份，我毋免去另外搞一份的数字话，我家己嘛拢出定数字。啊，实际来有人有这两份嘛有，真有可能厝定数簿内底有实际来有这两份的会输习惯啦，会当用来拍，你著试看卖。算是正平啦，啊，一边正平迄个浮条用。你 input 的，你著拍一个。我要 input 下来，后壁都会删了。高模会删，你就用第一字高模会删，出来高模会删出来。迄日本囡仔来，我教济哦，因为日本人我打故事，你著我打故事拍8字啊啦。我讲你爱语言就在边拍，伊讲啊，遐好哦，所以即个概念咱嘛知影，你著当自如来放心啦。你讲个。过来去讲咱毋知影是会当拍分啊，就是讲，像讲我，你毋知影会几声，你甲拍分啊，哦，就弄，就所有的我拢会出来，哦，第6是我嘛，我嘛，你就知影我第一件，哦，我所有拢会拢会出来。刷，有发生。因为其他参考你讲咱你数字就搞我来较快，咱咱用的是用迄个，就是讲作为你就当即个拍，迄无影响参考，你就偌济，你就拍会了好啊，无影响嘛。但是咱基本的是用标的字，用咱学的迄个孙老师教你标的迄个。单风线无出教你标的是个方法，哦，用迄来拍就会使。来讲标点符号吼，为人标点符号，你拍即个汉字的标点符号，你要是Shift看，哦。句点就Shift句点，哦，这较简单，哦，迄个分号是直接打来个分号 ，OK， 直接你直接拍分号的了，哦，伊就有第一个，哦，第二个是迄个英文的啦，吼，过来就是讲，咱的标点符号足侪啦，所有的标点符号伫即个数字法内底拢有啦，定拢有啦，去对啦，吼。伫即个 escape 的下骹 ，escape 下骹迄个箭头，迄个起，你甲起落就所有拢出来。哦 ，escape 就是这上面顶倒边迄个 escape 你甲起下骹迄个，即马到下就所有拢有啊。你讲卖所有拢有，对吧？你知影。对啊嘛，讲是啥？这拢有吗？这波汉字拍袂出来，这样子啦。反正即摆足短嘛。下骹迄什么啊？无知啊？迄是2文啊，什么文？2文对啊，2文还波嘛有啊？有无？对嘞，这嘛2文嘛你定定要用的标点符号，你安尼去找照顾题嘛？像讲我即个箭头，我一个代号我是用用迄落，所有的箭头用来内底是电子图内底。你甲写一个字，你若建立了，以后就以后。
啊，甲恁要传到恁囝仔孙孙，共款拢袂使用。哦，所以咱一定要用心，用心好好把即个方法学起来哦。哎。其实伊也问哦，你这去选无种物件啊？其实我要甲咱问呢，啊，你看即个伊也问我，无，这个无呀。我阿你当做是阿爷啦，看看，伊叫阿鲁法，欧米伽，欧米伽嘛，哦，第个教哦，你著去甲创了一个电视课内底，我迄个在当时拍到尾死哦，你拍袂好，你著当选迄个时阵哦，诶。家己自己的下骹，你莫家己上后壁，你家己头前。有电脑袂紧，你莫去演咧，你啊做歹处理啦。你伫面紧的面顶遐，哦，诶。对，你让一家啊，让一家咧拍。我知啦，啊你要加是你知啦，你要找一个位啊，互伊坐啊，迄是对咱让一家来加嘛，对啊，啊你要收入是要啥？是讲你的名，哦，你的名，你定来你哦，哦，啊尤其我定来你写讲，非老师平安，对吧？安尼就会来，我定来你甲传 email， 啊你免叫啊，咱自己写来。为啦，这种做起来就是拍到这，啊无骗啦，哦，诶。汪东尧，县长啊，即你定来你拍你会当来做练习。诶，这足重要诶。我看有大家有啥问题无？诶，我毋知有讲无对。啊，恁等下就慢慢啊去按照你个大细哦，你这个需要我咧大细，我会甲你创较大个哦。你个设定量，设定内底有一个选二汤的语言有无？选二汤的语言，你会使选你过来，哦。选语言 ，OK， 你会使选标杆是选其他，哦，你要看标准的，是要写字，也要啥样？啊，你会当我自就够大，你才去看，我来从够大啊，老外的人会当创较大，只有即个有要设定的，哦，啊，你也得确定了后，我才确定可以，想要确定怎样做，所以即马。OK， 林文慧老师，有无更加高有无？所以你拍的时候，目睭就袂线啦。啊，你若拍拍无，有时啊，你目睭足线的，两个出线。所以咱台湾咱家己物件比中华民国会较好嘛，敢毋是？啊，就所以大家会用啦。啊，你顾大家用，啊，咱即个咱的母语语言就会活起来。就这就是阮电视课啊，来回来啥物来，哦，你拢会当选啊。啊，过来就是讲，你较重要的字，会当自动走起来头前啦。哦，较重要的会自动走起来头前。哦，遮你看咧前拢有啊，有两个有罗马字甲有汉字的，就是伊本来内底有的字幕。啊，这无拍袂出来，你就家己去电视课，家己去加啦，家己加，哎。哦，这年纪大，看到这种个，所以我伫 email 伫 Facebook 里顶定啦，拍才大个，迄其实拢是伫对不对？哦，所以字我拍字，原上地语言是啥所做的，看出来。对啊，对啊，你设定啊，因为
人去这嘛吼，啊就讲足侪人伫 Facebook 面顶来讲，创有够酷，但是啥个，我讲真毋甘，有无？真毋甘愿助亲夫安慰，讲出来，啊你不要当老不要对不起啊。所以你若充分来利用那些，你的生活会继续轻松的啦，免来亲自拍打。好，有问题无？我甲迄字库 copy 入的时阵吼，哎，伊有会变乱码诶。多一个，你的什么？你的是什么？你什么电脑？Windows 的。Windows 都会乱。比如讲，有啊，这我少些。这好少些，按过你我扩过来时阵，迄就是语言的问题啦。你安解我语言啦。啊，所以咱拍出来时哦，一个程式。用迄个咧，咱你拍的语言拢会足歹，所以一个开始的语言爱甲转好好势啊。即摆就是你汉字，你先转汉字的语言，了后再搁转一解罗马字的语言，所以说你汉字的语言转对了，哎，我这个文版的。英文版的迄个标楷是手机的啦，这标楷字，啊你爱 highlight 落去来，才会转语的嘛。你要转语的，先一定爱全写 ，Ctrl A 全写了，啊你来转语的，你拢大写，你来你拍10字，你会使改10字嘛，是改18，你大写。你看即摆即个罗马字的语言咱拄则拍标楷字嘛即摆咱用迄个 Time New Roman 时代杂志的字上水啊，咱台语可能迄个有时无说教你讲做Unicode 台语 Unicode 会伤散。所以你若甲改，你看即个甲改即个 Time Roman 就非常水的，有叫一个 Time Roman 你看卖这个都足水的，但是一寡这会照相的，即摆搁袂。你会讲。乱码啥的有诶无，拢是语言的问题。照讲即摆有 Unicode 出来，所有 Unicode 的应当拢袂使有乱码。较问题就是讲，其他做 Unicode 的人，毋知影咱迄个条仔去乌过一点一点就可以。所以你照一语言，你个乌拢差不多乱七八糟啦。台语 Unicode，你转过了，迄个点码拢足水。但是差不多较散。阮遮一直要找人来写新的字典，一直找人来。恁叫的我知影写，会晓做字典的。OK， 安尼有问题无？我即摆讲啊，拄倒问迄是你家己拍嘛？迄思考啦，迄是我定，我来制定，我流的汗你们享受。这拢啊靠人为定，迄毋是自动有的啊。顺手性经迄拢我是我自己。对，甲建立词库啊。所以你即摆要考试出多问题，毋免互你用电脑，你就爱用字写。默写啦。OK， 我介绍网络的资源这4网的网站里面足多现编以外第一个孙子法，过来就是这个字典，大字大字典，这个日本政府伊编的台语字典，世界上好的台语字典，1933年差不多在
因日本来要来做警察做老师咯，讲台语，哦，伊无厝，叫我美国人甲你学台语，伊鼓励咱来学台语，因感觉到厝有别个咧，遐宣教师来到台湾，马街伊来要宣传，伊来学台语，哦，你若去原厝面的有影要传传，你来学遐个，这才是正确。啊，但是咱就拄着即款个，哦，所以即个字典你要查哦。你遮你就是讲白条的字拍一只，面顶是拍白的字，爱拍错字条的。因为阮以前去做即个网站的时，你当时也袂有咪咪扣，所以看袂晓咪咪扣迄个条哦。哦，就讲你遮拍，你遮要拍迄个用圆笔去拍。台，哦，咱拍平台啊，那去设计，开始设计。好，不到这里。哦，我慢拍大写，你小写就是爱小写，对。OK， 所有的台就拢出来。哦，啊，这个解说后壁袂有。哦，所以你要写台语的时，靠这个书典哦，会当帮助你足大呀。还有一个就是叫做伫即个工具做台语工具拢伫遮，吼，啊台华对应就是台语甲华语，吼，你只要你华语拍咧，台语安怎讲伊就出来，吼，只要有即个台华对应，你可能较有时间，吼，台华。啊，跟住你本来华语甲高雄台湾讲会当，会当熟咧讲。结果师傅爱甲你订，好诶，无法度，伊要考医生吼，师傅甲你订。啊，无伊讲是会使，阮有一个华语搭咧转台语吼，这是台湾对应你只要查。啊，阮有一个软体，就是迄个台语的所有的工具啊，拢伫内底，吼，这个内底。OK， 伊有华语转台语些，你华语的文字翻译过很大的，伊就变做台语啦。哦，咱开始是要学台语写的时，会知影即个工具啦。哦，啊，过来就是讲转罗转汉罗，哦，即个转罗转汉罗即个转罗马伊的，本来把即个转罗马伊的圣经，你个较大咧，啊，字就较会开汉。所以个时天，朝我来转啊，8点前后的时间，你要做的时间转就停在这个转咯。虽然我做一件代志，因为我现在做现在做啦，毋是靠佢啦，靠遮个工具啦，诶。啊，汉罗嘛会使转，哦，哇，你家己叫汉罗转。这有网络版，咱伫这里顶。你看，这下骹伊有一款网络版的汉罗转就已经无要紧，伊野外叫你有啥？其他遮个也袂要紧哦。但是遮干来较互你转，你转无过你袂当改。连准用的台语你无改，你会知，而且离线做伙办嘛，只要有一个，有无？台语转换工具离线做伙办，哦，你这打落落来，所有的工具拢伫内底，哦，你若讲要交台语的作业，你古早会晓写，你写华语字，甲你转做台语，啊，你要改下。连我们也 DSY 也要从大家管，好，我们你不要再判断，所以以前学生啊拢感觉就咧教材，我看伊无改标题就是在做，哦，迄老师嘛打骂我，讲你创这个工具来，伊拢唔来怎出题，我喺边搭的代志。有啲内底即个你下载落来了，规个内底拢有啊，拢伫迄内底有说明书嘛。我定来伫遮嘛，你若需要啦吼，我二弟我甲你讲啦吼，这进前你若讲有需要，要时间我来甲你讲讲。伊点转来合作这项，我真好。我跟你讲，
对啦，你会使改嘛。我对伊个日头，因阮足熟的，伊嘛是阮专门台新设计协会的会员啦。哦，以前恁有人做会员哦，才有伊是会员，所以我甲伊中间从的，恁有啥问题使问伊啦。老师，我有问题是，哎，有问题ครับ你这样已经有建立在谁？啊，会听啊。啊，你也有出啊，对吧？那你有去讲好怎样自己设定呢？你就一切制定程度啊，你要有制定程度到什么？啊，对吧？你去头前要想好点啊。哎。这个会想好点啊，第二点呢，下骹你去给你的。哦，你像你是从这个。这个会 copy 落你这个内底噻，你个 copy 落，对吧？就是啊，啊你二紧的，他那种当家啊，无啦，二紧啦，开始啦，哦，你放一个落来给你啊，二紧错啊，二紧袂使叮当落去对无啦，二紧啊，你啊，这个啊，这个你讲 enter 一个放到写出来有没有？你 enter 啊。真的啊，你的老子写出来就给你。所以说，会啊，就我这样要无我来讲。啊，真正要加台语的啦，你无加的会啊，你中学生年纪啊大，我来啊，我想爱用这啊。